房位置啦。睡房位置咧就分咗兩邊嘅，呢一邊咧就係客房。望翻海鮮灣景觀，隔離間睡房都係全網地方咧，呢度設計同樣都係望翻海鮮灣景觀。呢個客房就企缸，主人同房位置我哋睇最大嘅入到嚟，首先要睇下個浴室有幾進項啦。兩邊浴室一個係企缸，一個係按摩浴缸。呢度呢個睡房位置。